手指出血。處理手指出血需要用筒形紗布繃帶。包紮前，急救員將敷料放喺出血部位，請傷者協助直壓止血。急救員就準備一條為手指長度約2.5倍嘅筒形紗布繃帶，然後將繃帶套上繃帶應用輔助器。跟住將輔助器套入敷料同手指，直至指根部位。急救員撳住繃帶末端，然後慢慢將輔助器拉出，於指頭位置旋轉。之後再將輔助器連同繃帶推返入手指根。套好2層繃帶之後，將輔助器拎走。最後響繃帶末端貼上膠布固定，但要注意膠布嘅長度唔可以完全環繞手指，要留有空間。完成包紮後，再以肩懸帶嚟承托傷肢。